30年后，现在太平人生大局之教位，用最高幕，要下日准备地流话，接下来。用举开佛，玉皇大天尊，万寿无疆，圣圣寿。皇天圣君，玉皇大天尊玉皇，现在为了皇城来话，可汗无日，必须救可连天。皇帝兵为着李强，我进来召见何开拓，表示先时报恩，即时发语，我须告父，必须服旨。城内无3分，城外如7寸，若这场兵，求留下因。要皇大天尊，圣寿无疆，圣圣寿，与接下语。天王你就要召集赵行书，那边做总要回到凌霄交际。那你受过皇上，不用动念。两人此番休息啊！竟然连天上大事也都了解，今天我是要如何注意呢？哎，有了，我来讲伊原是向将就者，城内城外河对落颠倒，明日定着替你排便来啊！皇帝风武雷电四部成军，叫我一行不得流血。了，别了。